也拿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战，即马支持以色列美国嘛正做目标。约旦最近就因为不满美国企业支持以色列军队发起抵制活动，一寡美国品牌的，亲像是 Starbucks、麦当劳，店内空空，无人交关。 约旦的首都安曼一间星巴克咖啡店进前生意真好，人客真多。验过以色列甲哈马斯爆发冲突了后，店内多数时间拢剩空空的椅仔，无人去，因为约旦人正伫发起抵制美国甲以色列的活动。 Before the siege in Gaza, Starbucks was full 24 hours a day. Now, as you can see, there's no one. 由美国真支持以色列活动前，加沙约旦人真不满，唔拿星巴克无人去消费，当地有名的三多一级连锁店也将可口可乐收来，改用其他饮料来代替。I came in and ordered an orange juice in order to stop drinking Coca-Cola. But normally before I always asked for Coca-Cola. The government doesn't do enough, and then it's up to the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. 更加明显的抵制目标是麦当劳，因为伫战争爆发了后，以色列麦当劳加盟店关停免费的餐点予以色列军人，引起当前巴勒斯坦人的约旦民众强烈不满，将大家拒绝食麦当劳，像安曼当地麦当劳店面内底拢空空无人。除了民间的抵制行动，中东地区甲以色列敌对的军事团体趁乱加入攻击行列，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拜二第3摆袭击以色列。 قامت 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بإطلاق دفعة كبيرة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على أهداف مختلفة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محتلة. 青年运动警告，若以色列军队未停止入侵巴勒斯坦，因也有下一步行动。以色列是讲会采取报复行动。另外，美国媒体分析，青年运动正在升级对以色列的攻势，若是地区竞争继续来侵权，冲突恐惊扩大。国视新闻，徐婉玲报道。